你为什么又要把脚放在椅子上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，这样很危险。这椅子就很难坐，我就不喜欢我的脚在脚踏板上。但你知道这样很危险吗？你慢慢开就好了。你脚抬高，如果真的急刹或者是被人家追撞还是什么人整个往前撞的时候，脚跟你的身体都会受伤。那不然怎样？脚放下去啊！我就不要，我脚就是要在上面，我才有安全感。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你要用手扶，那你跟我讲一下为什么你都要把脚放在椅子上啊？我就不喜欢脚是这样子。你可以把脚往前放啊。啊，就腿太短，放不到啊。就喜欢这样子，比较慵懒的。坐车就是要舒舒服服。我当然知道坐车要舒服，但我在说的是安全。你又抬起来，你又抬起来干嘛？每次讲完就是差不多1分钟，然后你又把脚抬起来，就跟你说很危险的。看够正。